夕阳西下，周庄古镇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中，石桥流水无不透着江南水乡的精美与秀丽。万山双桥是周庄古镇最著名的景点，也是听苏州评弹的最佳去处。评弹艺人琴声悠悠，唱腔婉转，用吴侬软语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讲述道来，一边品着香茗，一边听着评弹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从前。评弹声渐渐远去，周庄古镇又恢复了宁静。游客们三三两两漫步在古镇的石板路上，沿着河道漫步，欣赏美景，享受宁静。还有的游客可以乘坐摇橹船在河道中穿梭，体验着江南水乡独有的乐趣。在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宁静和祥和，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，享受生活的悠闲与美好。柳叶就遮满了天，在细为这个明阿公，细听我来言来。此时处在标津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那个国旗人，有一位宋老三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多平川，一辈子无用儿，所生的女儿婵娟来，巧有为年长已是六八，娶了个如灵儿，姑娘叫她李安。此间花无人采，琵琶
可见无人他啊，又好比貂蝉安丝缕，不会又好比烟火气，坐楼相张三，谢谢。为嘉宾们来一首唐代诗人张继所写的《枫桥夜泊》。安史之乱爆发，张继他是危险重重，于是他驾上一叶扁舟，来到了苏州城，帮他远眺寒山寺。他心中顿时是思绪万千，于是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千古绝唱《枫桥夜泊》。月落地，双披，剑锋雨后对谁？身为海水子，一不终身，一不终身，但可是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在弹唱的时候呢，我们手中呢都是各自拿了一把乐器。那有嘉宾知道，我们女老师她手里的这把乐器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对，回答正确，对，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。那我这把乐器认识吗？哎，对，因为它有对3根弦，对，所以顾名思义呢叫做3弦。啊，我真是太欣慰了，终于没有人说它是2胡了。啊，那正所谓呢是琵琶3弦叮咚响啊，一曲平弹韵悠悠。
那我身穿的服装呢叫做长衫，吕老师身穿的服装叫做旗袍。那这也是我们评弹演员在演出当中必须要用到的2把乐器，还有必须要穿的服装。好，那我们稍后呢，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刘国华老师，还有吴亮颖老师闪亮出场。今年你妈那是来美团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大家的到来。刚才啊，我们2位演员啊，他们演唱到了现在，叫什么名字，观众都还不知道。这样，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。在北方的相声，它有逗哏和捧哏。那么我们评弹演员呢，是分上手和下手。男演员称上手，女演员就称下手。刚才我们的一位50多岁的小帅哥，他的名字叫何潇，下手的美女老师叫施文娟。他们2位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州评弹界非常著名的一线演员。5年制的评弹学校毕业以后，他们就进入了专业剧团，演出至今啊，已经达到了好几千个场次，在中国的曲艺节上也是得过许多大奖的演员。我呢是来自于上海评弹团，我叫刘德华。谢谢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其实呢，我的名字同刘德华就差了1个字，我叫刘国华。我从事评弹有45年了。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《秦淮记》的原唱吴亮颖吴老师。谢谢大家。吴老师呢是苏州市评弹学校的老师，他是著名的评弹艺术家胭脂调的创始人邢燕之老师的学生。19岁的吴老师就进了中南海。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，都听吴老师演唱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左边就有2张照片，这就是当年的中南海，江泽民、李鹏、朱镕基。李鹏总理背后穿红旗袍的就是吴老师。吴老师的背后，这才是重点。你们再看一下，那就是我。我们的美女知道，她当时就在我的背后。但是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，因为我当年真的就在他背后，完全被他挡住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！我们会把最经典、最有代表性，也是最受观众喜欢的曲目呈现给大家。下面吴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声胜慢》。谢谢啊！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年轻的观众，帅哥美女。以前的我们年轻的观众对苏州评弹的了解是很少的，因为吴老师的一曲《声胜慢》唱响了大江南北。年轻的观众也进了评弹馆，你们在听吴老师唱《声胜慢》和好听的吴歌的同时，其实已经受到了我们苏州传统文化的熏陶。刚才我们演员演唱的几曲经典的传统唱段也是非常的好听。那么年轻的观众如果喜欢上了我们的传统曲目，这样一来，传承了400多年的苏州评弹，它会走得更远，传播得更广。声胜慢呢，它是一首歌曲，吴老师用吴侬软语来演唱，受到了观众的喜欢。因为它是一首歌曲，所以它有专门的音乐伴奏，是不用我来伴奏的。不用我伴奏，我上来干嘛呢？我就是来介绍一下。哎，我知道接下来你们要拍照录像，那么我在吴老师的旁边，起码能拍到半张脸。但是每一次我都很失望，等到吴老师开始演唱，没有一个镜头对着我的，所以我比较拎得清，也比较识相。介绍完毕，就让吴老师一个人身穿着旗袍，怀抱着琵琶来演绎这一首经典的《声胜慢》。谢谢。
每一次不一样。吴老师唱的时候呢，我就下去，唱完了我才上来。其实我是不想下去，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下去呢？就要动脑筋想办法。所以最近啊，我在学舞蹈。接下来我不下去了，就是吴老师唱的时候，我就在舞台的旁边，准备帮吴老师伴舞。今天不要鼓掌，今天鼓掌没有用，我还来学。我请教了2位舞蹈老师，2位舞蹈老师都说不可能，他们说跳舞要从小台就开始练功，说我这个年纪练舞蹈有困难，我说我一定要学。最后舞蹈老师对我感动，他们介绍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广场，他们说让我先去跳广场，广场舞为吴老师伴舞那肯定不行的。如果我能坚持下去，真的把舞蹈学会，观众下次到苏州来就有惊喜，听吴老师唱，看我在旁边跳。我们的观众在网上啊，小红书、抖音，无数次的听吴老师唱《声声慢》《向云端》《天涯歌女》《秦淮桥》，但是吴老师，他是一名专业的评弹演员，又是评弹学校的老师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样，让观众既能听到吴老师刚才演唱的吴侬软语的歌曲《声声慢》，又能听到吴老师演唱的经典的评弹唱段，这样就非常的完美。尤其这一曲啊，平时很难听到。这一曲囊括了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——颁奖。宋词参3年前，我和吴老师还有台湾的著名歌手蔡琴，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邀请，央视一套经典有流传，演唱的就是这一曲。央视一套已经向全国传播了6次。今天观众们听到的是现场版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与他的表妹唐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为了让大家更能了解这一段故事，我来介绍一下它的情景。800多年前的南宋，在浙江的绍兴，有一位爱国诗人叫陆游。陆游有一个表妹叫唐婉，陆游深爱着唐婉，唐婉也爱着陆游。但是陆游的母亲她不喜欢唐婉，请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帮唐婉算了一个命。算命先生说唐婉同陆游八字不合，所以硬生生把他们分开。8年以后，陆游再见唐婉，唐婉已经嫁人，所以陆游是非常的悲伤。他在绍兴省垣墙上写下了这一首《钗头凤》：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里。写完以后，陆游走。这一天，表妹唐婉，她也在身边。她看到墙上的这一首《钗头凤》，就知道是表兄陆游写的。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自己的不舍和留恋。唐婉也很爱陆游，他含着眼泪就在陆游的《钗头凤》下面也赋了一首词。但是陆游他没有看到，他到京城做官去。14年以后，陆游回到了绍兴，再进省垣，才看到表妹唐婉留下的字。但是唐婉呢，已经离开了人间。现在我唱的就是陆游的《钗头凤》，吴老师唱的就是唐婉后来赋的那一段词。我们把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曲男女生的隔空对唱。
望得